姐妹们自我介绍。我是新北的静雯。嗨，我是来自新竹县的悠悠仙女。嗨，我是牙起来的慧琪。意思是看到阿北会受不了。牙起来。姐妹们怎么认识的？我们会聚在一起，当然最主要是因为柯文哲市长喽。我们都是铁柯粉，我们有一起去台东扫街、拉政党票。我们还有在当初的那个立委选战的时候呢，一起去支持我的爱人张瑞昌大北。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就是一起支持了，除了支持阿北之外，也支持阿北推荐的人选，所以觉得我们的感情也因为这样建立起来，所以我们会这样子相知相识，珍惜都是因为阿北哦。然后我们还有去朱哲城，然后陪同他一起去菜市场，扫街拜票。参与了这么多场，所以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升温，所以我们五姐妹真的是好姐妹。想说真的是，想说他们很厉害，就真的是好姐妹。今天为什么会从台北来到台中呢？对，要支持一个一定要支持的人，因为那个人爱家、爱老婆、爱我们，所以我一定要支持他。那是阿北吧？心目中的书豪是什么样的人？我心目中的书豪，他是愿意付出的人，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。他无论是对家庭、对社会，所以呢，他是由自身做起，慢慢扩及到社会。那他当然希望未来对我们的国家有所贡献喽。我觉得他是一个爱家、爱老婆，然后对大家都很和蔼可亲，然后人缘非常的好哦。对，来支持我们想要支持的人哦，来做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因为我的好姐妹要出道了，这个时候怎么能不想挺她呢？一个很诚恳、很认真，而且很温暖、很有爱的一个很棒的人选，所以我觉得必须支持她。然后，因为她有阿北的坚持的精神，然后又有一种很热忱，愿意帮大家就是分担怎么讲付出这种感觉，所以我就觉得她是很适合参选党代表的人选。是什么动力让你从新竹一大早过来台中？可以抛家弃子，然后就觉得很爽。还可以穿豹纹，还有豹纹装，特别准备了。没有啦，就是来支持我认同的人。也是我那个频道的同事，对，因为共事那么久，然后所以我很清楚他的做人，所以他想要参选党代表的话，我是非常的力挺他，就一定要来联署他，帮他拍影片。Yes， 他我觉得跟他相处起来就是善解人意，然后还有为人很正派，然后长得帅，好啦，反正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正派正向的人，所以我认识的人通常也不会太差，所以我很介意这个许书豪啦，就是这样。你有没有 slogan 啊？